道一通，坤道一通，养之好，养之好，点坐下。安。行甲天机得养，行甲天机得养，行其甲灵机得养，行其甲灵机得养，行甲变礼表，不变礼表，不疏礼义，不疏礼义，雍容雍德，雍容雍德，献体甲，献体甲，行其甲，行其甲，一身体各行一甲呀。给光号，人管不可打样，光大体，光大体，新闻体，新闻体，醒书体，醒书体，颠飞体，颠飞体，通点体，通点体，牛骨汤，牛骨汤，汤气无连，汤气无连，牛骨温，牛骨温气低，温气低，牛骨酥，牛骨酥，粗气无力，粗气无力，牛骨边，牛骨边气无连，边气无力，牛骨边，牛骨边，灵气无够，灵气无够，不重要。不重要。灵异灵气，灵异灵气，异变气，异变气，灵行灵气，灵行灵气，异天气，异天气，高言出得意，高灵出得意，虽无一灵，虽无一灵，虽有一条，虽无一条。这是咱中庸的标法，咱不可对啊。咱就安尼思考啦吼，了后来，咱地中后是器官的各种的连结，因为咱地方很多是变动嘛，但是因为咱即摆的
我们共同欣赏的也是27年热透的20几年时间，跟讲这楼，但是跟规划，讲啊来正好无机会啊，所以人讲这种儿子见人，他说见你这是好事啊，这个我其他的国家都可能然后这个病啊，市场的通知所以人讲我做归根做归根，做无所归依，所以呢，不应该来一些啊，来所以来讲呢，伊知影讲我也有是个历史的，政治家好，教育家好，计划家好，伊做学问呢，所以上帝来讲，伊国家怎样进行朋友，那咱来说说，为什么来讲伊要伊是为一国之君？是一国之君啊！一国之君最重要就是政府嘛，就是要互伊的国民会当生活较安定嘛，不排不安，所以政府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。咱知影这个词，为什么这个来讲的国这个国情会变安尼？历史啊，所以咱就说话，似乎必有，伊有原因的嘛，这个源头伫倒位嘛？这个源头呢，就是咱人共同生活，讲实在就是咱的心。上源头就是啥尔啦？你的心思，咱知影讲到文字要回答问题，伊是讲重点，我是来是所以讲到文字，咱来看伊从后面对看，都是以心做这个开头咯。所以呢，讲到文字以心为要点，要不要咱讲非常开心啊？因为咱人的心思问题嘛。咱人的心要讲来了解，不要讲你的病啊、健康的问题啊，这些的问题咱来回答呀，第二个问题对不啊？所以后边有用语有后边都在回答。我们来熟悉，咱后边要来熟悉，后边要修，这个都是中国的这样除了熟悉以外，还有这个嘛，也中文讲夫妻，夫妻有夫妻啊，有这个家庭内底有夫妻，有父兄弟，兄弟姊妹，这个家呢，咱若讲共大，国家伊就是国就是真侪家的事，真侪家的集合，国资本在家嘛，家扩大要有变化，每一个这个地区它有故事，有历史。其他咱每一个每一个公讲也好，地讲也好，啥物讲也好，咱起码美国也好，英国也好，台湾也好，唔管是外国小国、中国，每一个国拢有他，拢有夫妻，有夫有男，有这种有所以咱若要认真他就是不变的用用来处理某个问题，安尼咱就国家健康对啊，你这样讲关于健康国家有经济嘛，你说这个世界你讲咱来，目前我来讲，像后边这相对讲伊是一个不同的情况，这个微分之歌，所以健康国家有变化，这种是咱有个性，是啊，咱都去可以。就是若好关键，后边呢，这相对讲伊是一个本身是来讲有健康国家，说声温血清新大成体群成子100多国月人来说，几件都就清楚。这个呢，就对他呢，都有迄个伊是受益平之啊，
心念。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想即种物件，拢有想即种物件。想了做，有用话，有用话，就是咱今仔日想食甲实食。那么想即个想食呢，就是爱知影讲，咱今仔日上天互咱的上水的迄个心，上水迄个心纯真，纯善无恶的，纯善无恶的一颗心。偏偏了呢，伊个用用去做。今仔日啊，咱若会当后壁即段对凡事预则立，后壁迄段有无同款的见解，讲中用拢是讲文字的回答，有的学者是有即个同款的解读，就是讲，凡事预则立，后尾看是现实的是对就对啦所以毋管是讲为主，拢是讲为主讲，也是讲情况，是讲为主，中庸20岁后看是性灵，拢是现灵改变成共习惯。所以呢，我哋主的追逐一点追求一点，这是我们就一样。咱对话呢，我们是讲，因为不可能，有个像文字写的啦，是爱看无啊，爱看爱去查爱嘛是爱去写的，手机的机你在那有哪样读，哪样读，但是呢，咱就讲安尼讲会较不一样，经典呢，不是经典，讲当作是咱内容对，像含相对话，上天咱就先，含伫咧即个。普罗世界即个有恶世界有就是所以这里面数字拢爱讲有个爱，咱伫咧有个轮回众生有爱是爱敢是安尼？你看咱的心肝也都有，这对这里怎么讲？咱伫咧有个也在咧运动嘛，在流往在运动嘛。所以嘛，咱的内面讲，咱也是无法度从这东西有爱所以咱讲是心念，心念念在生死轮回的爱讲安尼把这当作上天，这中庸是上天，你甲咱讲要安怎避这个有个轮回咱首先要先有法有个法度，安尼咱就会感觉讲就变成。所以人类呢，就是为什么现灵？为什么现灵？你改变成公共的各种结婚嘛，结婚的第二号个，要买他们那个许多是咱主席，很多咱现灵无主席，咱嘛有主席，而且呢，主席是变变的嘛，你是讲咱今仔后辈来是安尼，现在每一个人嘛都有主席，咱会当讲做是，咱主席。无地方的时阵，咱家己所写，咱家己写落来一篇，有迄个心法。咱无地方时阵写，写互啥物人看？写互以后咱后边这个字本来是了，咱还佫有是，备忘录，备忘录通通看，有的人文章有的人是无啦，用一字较歹的有的是可能会甲写啥物。若要出门行跑落去可以就写一寡个名我。